では今日の雲の動きを衛星畫像で振り返ります。低気圧はオホーツク海に。雖然聽唔明佢報緊乜啊，但照睇日本天氣都唔係好差啫，做乜喊晒口咁陰公豬啊？41歲嘅岡田美晴本身係 NHK 山形放送局嘅天氣女郎，點知上年12月報天氣嗰陣突然落淚，仲邊喊邊繼續報天氣，認真凄涼啊！片段出街之後，雖然令佢一夜成名啊，但岡田最終都難逃炒魷命運。日前佢終於再現身公仔箱，喺 NTV 節目有吉反省會入面解釋當日喊豬原因。原來佢當日本來係要報道鶴岡市天氣㗎，點知畫面突然彈出新莊市，工作人員即刻喝令新莊咁，搞到岡田方寸大亂，以為之後報道嘅明日天氣預測可以順順利利啦，點知畫面又出錯咗今日氣溫，岡田覺得好委屈，所以先喺鏡頭面前喊到收唔到聲啊！岡田仲喺節目直言，事件發生之後，每日都為自己唔夠專業而反省啊！不過點都好啦，岡田今次總算因禍得福啦，皆因佢喺今年3月得到轉型做諧星發展嘅機會，咁啱岡田喺節目上面都話好難再做返天氣女郎啦。不過有同場嘅嘉賓就建議佢可以走去拍以天氣女郎做題材嘅 AV， 認真抵打咯。